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一直獲得公帑高度資助，2025至26年度資助超過1000億港元，資助率達到 97.6%， 比例遠超過大部分嘅國家。但係面對人口老化、服務需求同埋成本持續上升，公營醫療系統嘅可持續性受到極大考驗。再唔改革嘅話，係難以負荷㗎。政府提出就住公營醫療服務嘅資助同埋收費進行改革，目標係做到有加有減，增加對貧、急、重、危病人嘅保障，減少浪費，確保公營醫療服務嘅可持續性。多項公立醫院嘅醫療服務將會喺2026年元旦日加價，包括調高急症室非危急求診者、住院病人同埋門診嘅費用等等。預期首階段收費改革實施之後，每年大概有30億元新增嘅收入，全數都會用喺公共醫療系統上邊。現時每年去到急症室求診人次係超過200萬，但係非緊急個案就高達60%。咁喺新收費安排之下，被分流為危殆同埋危急嘅病人就會獲得豁免收費。咁至於緊急、次緊急同埋非緊急就需要繳付400蚊。好多人將急症室嘅收費同私家診所作比較，但係其實急症室理應係治療車禍或者係危急重症嘅傷患者，性質同埋私家醫生係有天壤之別。調整急症室嘅收費，就係希望市民改變求診嘅習慣，扭轉急症室資源錯配去到輕症患者嘅現況，體現急症室醫急症嘅理念。急症室係公營醫療系統之中最標誌性嘅服務，功能絕對係無法被私營市場取代嘅。今日急症室出現非緊急個案高達60%嘅畸形現象，折射出公營醫療系統唔同層面都出現咗資源錯配，絕對急需處理。政府喺改革公營醫療服務收費嘅同時，亦都提出要將安全網織得更大、更穩、更密、更厚，包括優化費用嘅減免機制，增設全年收費1萬蚊嘅上限，加強危重病人需要自費藥械方面嘅保障等。預計合資格受惠人數將會大增去到140萬人。公營醫療系統可能崩潰，絕對唔係危言聳聽。英國最大嘅護士工會皇家護理學院2025年1月曾經發表報告，指出國民保健服務 NHS 轄下嘅醫院不堪重負，病人喺醫院走廊接受治療已經成為咗常態。有孕婦喺走廊流產並且接受治療，有患者喺走廊病情突然惡化，呼吸驟停，亦都有患者喺走廊大小便失禁，要喺自動售賣機旁清理。以上嘅情況竟然發生喺已經高度發展嘅英國，可見公營醫療系統崩潰危機係真確存在。今次政府就住公營醫療服務嘅資助同埋收費作出全面嘅改革，核心理念就係承擔不減，強化保障，確保可持續性，社會大眾係應該給予支持。